了？怎么了？他呀，你把他冤枉好人。喂，我是默娘。多吃啊！来，什么？辛苦了啊110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警察在我们家呢。老先生，您凭什么就认准了是这位大姐拿了您的设计图？他很有可能就是商业间谍。这花花世界的，什么司机啊、保姆啊，包括你们警察都有可能是商业间谍啊。可这个我也有嫌疑啊！切，谁知道啊？说不定就是你们两个串通好的来骗我。警察同志，你听到了吧？你听到他有多不讲理吗？警察同志，我从乡下来，一辈子勤勤恳恳、本本分分的，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要被人家说这是贼呀！警察同志，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清白！我要上去！别急，你们快出去见人呐！就是贼！要知道我要拿下来！怎么了？他呀，你把他冤枉好人！你令人先告状，他说我是商业间谍！你就是。我不是！关键呢是你爸说我和大姐是同谋。阿姨，你先别着急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偷了我东西吗？我没有！你有。阿姨，爸，你是不是不记得自己放哪儿了？要是没证据，可不能乱说。我没乱说，就是他偷我的设计图，怎么你不相信我呢？你想一下啊，如果要是阿姨拿了你的设计图，她为什么要报警啊？他做贼的喊做贼。我没有！好了，放手。小偷，孟叔，我觉得没道理啊。怎么没有道理啊？家里不就3个人吗？你会拿我的设计图吗？我自己会拿我的设计图吗？我的设计图会长翅膀飞出去吗？不是你拿的，谁拿的？谁拿谁不懂！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孟叔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大舒服？经常会有些精神恍惚。是有点，但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这样，简单的去屋里面休息一下。警察叔叔，我跟他们聊聊。爸，去屋里歇会儿。走，别生气了。小偷！阿姨，来，走，我们先出去啊。来，阿姨。好，阿姨，来，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们家这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我没辙了，你们家老爷子一套一套的，硬说是你们家那小时工干的。我替大姐说2句，就说我是同谋，我现在都不敢说话了。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说他自己忘了放哪儿了？太有可能了。那大姐就算是把设计图放她面前，她也不知道那是设计图啊，偷它干嘛？卖哪一张废纸不比这贵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警察说什么？他们也觉得应该不是阿姨拿的。那图去哪儿了？我觉得孟叔是不是老年痴呆症啊？我大学的时候完成过一个老年痴呆症的角色，我调查过很多资料。那老年痴呆症的前期就是时而丢三落四，那他的性格呢，时而温水，时而暴跳如雷，甚至有的时候自己上完厕所没有冲厕所，他怪别人不干净。妮妮，你觉得孟叔会不会是把图放到其他地方，自己想不起来了？爸，吃饭啦！干嘛呢？啊，我在收拾东西啊。哎呀，你就别收了，等我后妈进门的时候让她收，反正她也没事儿干。你这是还乱说话啊！行，我来收行了吧？哎，别动！这个东西特别重要，不能弄掉。哎呀，我这个东西我自己收。哎呀，妮妮，爸跟你说，家里突然间临时来个，你看小时工，我东西该搁哪，我都不知道该搁哪了我。行，你自己收。爸，那你快点啊，待会儿饭都凉了。哎，好。
爸，是这个吗？哎呀，找到了，哪找到的？那女人全招了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说嘛，就是她拿的。幸亏呢找到了，不然呢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。对不起啊，阿姨。行了，大姐，添麻烦了。这事儿清楚了，您就别生气了啊。我不气了，他们家呢我也不打算再做了，不然呢下一次呢再丢了什么呢还得赖我。阿姨，别这么说。阿姨，妮妮啊，回头呢你再去我们公司再去找一个。你看出了这档事儿，我和你爸天天面对面的，也不好意思，是吧？那对不起了啊，妮妮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啊，阿姨。警察同志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谢。行，我也该走了。今天下午折腾的，不过还好，折腾清楚了。再见。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再见。慢走，好，一步。慢走。行啊，刘老大，这你也能看得出来啊？孟叔，爸，人都走了，没错。妮妮呀，不是爸要说你，你把爸的东西放到别的地方，也不跟爸事先说一遍，让爸误会了理解，你叫我以后怎么去面对他呀？爸，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放的。我放的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爸记起来了，是我放的。你看爸这个年纪大了，这个记忆不好了啊，真是的。爸，我们商量过了，我们决定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医院？到医院干嘛？我们担心你有老年痴呆症的前兆。妮妮，这样，你跟孟叔好好聊一下，我们俩出去一下。妮妮，爸，就去医院看看吧。哎呀，也不去，医院不去。爸，哎呀，妮妮，爸今年还不到60岁嘛，怎么可能得什么老人痴呆症呢？你看我像吗？反正你说的不算。我说的不算，谁说的算？大夫，我们必须要去医院。不去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把大夫请到家里来。那现在以我爸的状况，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？还能做点什么呢？让他保持好心情吧，心情最重要了。另外呢，多加强锻炼，饮食上也要控制一下，少吃点盐。那现在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吗？现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当然了，多陪陪他也是好的，尽量呢不要让他的病情发展得太严重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他也许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了，是吗？哎，你说我爸他一个人能行吗？没事儿。既然孟叔想一个人待会儿，让他静静。我觉得也是，让孟叔一个人待会儿。明儿，这病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小病，但也不是什么大病级别。作为家人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。一鸣说的对，很多事情啊急不得，至少孟叔现在病情没加重。我知道。你这
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觉得我们家妮儿真棒，真坚强。你还说呢？真的，只要一般女孩遇到这状况，早懵了，不一定哭成什么样了。志恒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蒙妮真棒。哎，怎么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呀？怎么那么会拍马屁啊，张志恒？我可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啊。哎呦，行了吧你，真恶心。我们家妮儿是丑也美，这笑也美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才真恶心呐！那你可以不听啊。对啊，你可以转过去啊，少儿不宜。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不错啊。卸磨杀驴，重色轻友的典型代表。拜拜。驴友，拜拜。不搭白。走了这么多地儿啊，还是觉得我们家乡自己的海最美，美得像梦一样，